来到这个五台山，好亲像顶出世同款。那边一座小庙，又搁立招徛碑，到底是纪念什么人呢？皇上，庙是扫母庙，碑是李陵碑。扫母那是大汉的大忠臣，立碑供奉这是应该。要若是李陵呢？伊是一个违背祖国、投降匈奴、背子求荣的大奸臣。这款人哪有资格通啊立碑啊？对，不应该立碑啊！皇上，咱也是赶紧回京，先担心北辽国。杨老将军，你放心啦，先皇在世时候，御驾亲征，生擒北辽天庆王，因已经行破大路。皇上，不是我伫咧道路。天庆王之妻萧仁宗，伊是一个野心真大人。假使伊若知影圣驾在此，这哪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你才是名满天下杨家将保驾，这你惊什么话？皇上，咱原本只是来进香，所以现才带3万的人马尔定。假使辽兵若知影兴兵来犯，咱是要如何抵挡呢？皇上，神父保驾的重任在身，恳求皇上3日内一定就要回京。3日之内要回京，已经伤慢了，竟然来到我大辽国的大门口，也想要来就来，走就走。丧主的性命，等于已经在我萧仁宗的掌中了。母后，你莫同潘仁敏做咱武功团体的消息，这招母后你实在太高明啊！母后，你除了答应潘仁敏要低调杨家将以外，其他还阁予伊什么承诺？哀家千亿万金受谢意，并答应伊，万一消息若泄露，在中原无存失的所在，会用个投盆为我国未来啊！母后，假使若真想要有这天，母后，你敢会予伊过关？这就要看潘仁美，伊对咱大辽国立下偌济功劳，才会用个决定啊！出人的双调啊，为国中，伊亲自受风在世强。阮记的驸马并权种，应有理心，有咧尽忠。迄个少年的难用，圣灵意，有休你切无去信任伊。厝人的水莲啊，来负重义，做一个干世来做上阿姨。也信受好。又背丧，难免背叛我萧的仁宗。如离你真关，着心宽宏，我为报仇，要为的先王，来提起负我。但必须要先低调的杨家将，才会
中原啊！母后，请你即时赏赐大兵30万，互我甲小妹领兵攻打幽州，保证10天以内将杨家将七子八婿个个打得名归黄泉。30万的辽军将咱幽州围去水泄不通。杨老将军，你嘛管想啥办法杀退敌兵啊？昨日一战已经死伤5000名的兵卒了，大龙延平又身受重伤，咱现在只剩2万外啦，免那是30万辽兵的对手呢。啊！也若安尼是讲，咱军神毋带城内等死咯。这拢怪天唔好，天不应该来我大山啊！皇上，请勿自责，身负保家重任，这事会变我这条性命，我也要该叫皇上脱离。好，杨老将军，你有啥款的办法，你嘛赶紧讲出来。皇上，城外有一条小路，会当直通到河北官渡。皇上若对这条小路走，必然会当安然脱离。也毋过安怎样想，就要有一个人来改办皇上你的模样，有开犯兵，皇上才会当安然脱离。假扮天子之人，
要智勇相助，才能有开还兵，使皇上安然出行。看来，只有在我杨家将的内面选出一个人。这个人选，就是我杨元昭最适当大胆。业主啊，起早救驾。害你评为唔听母亲你的教训，阮兄弟仔会知刘将军，什么代志？老将军有令检调淡水李洞两将孙城命杨家将送水等遗书。阿爹，听众兄弟伫咧讲阿爹你有办法，通好救皇上脱离回京，不知阿爹有甚么办法？你呀！对应你，皇上来五台山有怨无天，辽邦的干事一定会认得伊。你面貌甲皇上相差太远，对应你。阿爹，哈利甘愿假扮做皇上来去。对应你，你性情懦弱，无须无求不安，
万一人露出破绽，互相落在牢帮之手，迄当阵要怎样？阿爹，害你甲你去，叫阿爹答应。你到有相去相差啥？太年轻，太年轻了。阿爹，我来去，海儿的年会一定满片会得过。阿爹，孩儿的年会隔3地有2回，应该由孩儿前去才对啊。言定言讲，恁两个人有忠心有胆量，也毋过可惜，恁两个面貌相差太济，袂用，袂用。阿爹。在家中，爹，忠心的生命，救世主，千古的英名嘛，在中阿爹，害你兵命，错在讲，阮兄弟可代替红高不看不挂，我可见恩，小兵书号。是我，阿爹，莫搁争论哦！救皇上应该由我来去最适合的。爹，请赐将令给我。阿爹，我阿爹应该爱互我去。阿爹，阿爹，爱我来去啊！你来去，爹，一定爱我来去。阿爹，我来去，给我啦！阿姐。阿爹，燕平，你都袂来去。阿爹，我孩子来去。不用的，大哥，你袂来去，你身重志伤。不要紧，阿爹，孩子的面貌已风霜真干，而且孩子已经身受重伤。也不救真邪，再未死真正，会当为朝廷尽忠，孩子就是死，也命无噶。天平，不用你，不用你，差点答应。燕平，出事！阿爹，你也是唔答应，还是甘愿自尽？我爹答应你。